即係其實我自己喺度諗嘅時候係，我盡心盡力咁將每一個角色嘅性格最好或者最獨特佢呈現出嚟，就係成為咗一個性格嘅演員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循住呢個途徑喺演藝事業裏邊，去將你自己最有性格嘅一面呈現出嚟。你喺呢度好多謝 Ace Face， 好多謝社長對我呢個肯定。我只係代表我嘅團隊上嚟攞呢個獎。我嘅團隊包括我一個好好嘅經理人黃美芬，因為佢睇到我對於演員對角色演出嘅一個執着，所以佢不斷幫我喺呢一個方向裏邊去發展，而到今天可以攞到呢一個最耀眼性格演員獎，對我嚟講係非常之感動。多謝各位，多謝大會。其實呢個係一個演員嘅功課嚟嘅，對付每一個角色嘅時候，即係其實睇下嗰個演員落幾多功夫，或者用幾多心去對付個角色嘅時候，你就會知道嗰個演員究竟有幾耀眼。其實每一個角色之間一定，就算佢有相同嘅地方，但係佢一定有唔同之處，或者有個獨到之處嘅。只要你肯花多啲心思，花多啲力氣，或者做多啲 research 嘅時候呢，你一定會揾到有唔同嘅演繹方法嘅。我諗做人亦都係一樣咯。就算做每一個崗位，你都要全力以赴。希望我未來可以更加能夠對付每一種唔同，或者再古靈精怪啊，再多啲，或者我80歲嘅時候都仍然可以再做一啲打嘅戲啦。咁希望可以，所以功課唔係做1次、2次、3次，係不斷咁樣做。